華仔而家喺皇后區 N 冇何事，今日唔係帶大家嚟睇樓盤，而係向大家推介一個筍盤。第30選區市議員初選勝出者黃有興，一位真正為教育公平同社區發聲嘅領頭人。黃有興1966年喺香港出世，8歲嗰陣跟家人由香港移民嚟美國，佢阿爺堅持要佢喺屋企講中文，所以佢冇忘記中文，全程都係用流利嘅中文同我哋交流。黃有興嘅政綱清晰而務實，其中最受我哋華人關注嘅包括堅定支持警察執法、守護社區安全、全力提升紐約市教育水平同教育公平，堅決反對將遊民收容所當成牟利工具嘅錯誤政策。買屋要安居樂業，有安全嘅地方俾下一代，等佢可以住落去。喺訪談過程中，黃有興同我哋分享咗佢多年嚟喺社區嘅堅持同付出。佢講到，面對政府一啲唔合理嘅政策同措施，自己從來都唔會選擇沉默，而係敢於挺身而出，為大家爭取應得嘅權益。正因為有呢份無畏同堅持，雖然黃有興嘅主要服務範圍喺皇后區，但佢嘅聲音早就超越咗地域界限，類似為唐人街、布碌倫等地嘅華人同胞發聲，贏得大家嘅認同。所以今次參選，黃有興得到多個華人社區組織嘅支持。華仔喺節目開始講過，黃有興係一位真正為教育公平同社區發聲嘅領頭人。呢句說話唔係空口講白話，而係有堅實嘅經歷同成就作為支撐。黃有興曾擔任第24學區教育委員會主席，當時係全紐約市學區教育委員會中唯一一位華裔主席。喺教育問題上，佢立場堅定，積極捍衛特殊高中入學考試，堅持保留並擴大資優班。喺全國舞台上，黃有興同樣展現出責任與擔當。佢積極參與哈佛大學招生歧視亞裔案，擔任常務委員，聯同各大維權組織並肩作戰，為亞裔學生爭取公平、公正嘅入學環境。正正因為呢份堅持同奮鬥，黃有興贏得咗眾多家長同社區嘅支持。佢嘅努力亦得到主流社會嘅高度肯定。City State 週刊喺2021年將佢選入教育100強名人榜，成為全紐約市教育界別中最有影響力嘅華裔代表之一。第30選區涵蓋皇后區嘅多個社區，而黃有興喺呢個社區紮根足足49年，可以講係同社區一齊成長，一齊經歷變遷。華仔曾經陪同佢一齊上門走訪，親眼見到居民對佢嘅態度，無論係長者抑或係年輕一代，都表現出對黃有興嘅尊重同支持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大家對佢充滿期待，希望佢能夠將多年對社區嘅了解同責任感化為實實在在嘅行動，喺市議會為居民發聲，改善民生。6月份嘅初選競爭激烈，勝利來之不易，特別喺一個華人比例唔高並且強敵環視嘅環境之下，黃有興能夠突圍而出。華仔認為呢個絕對唔係僥倖。華仔記得喺訪談中黃有興講過嘅一段說話，尤其發人深省，亦正正揭示咗關鍵所在。有棵樹跌咗落嚟，冇人去鋸，冇人去執啊，咁樣大大小小問題我哋都去跟嘅。咁我現任個市議員 Holden 咧，佢有個制度，所有電話一律要記錄，點樣去跟進，結果係乜嘢咁樣，要記錄晒出嚟。所以呢個制度係好好，我係會跟住做，一路咁做落去嘅。